龟先生伫46岁迄年，以农经专家的身份，得到蒋经国先生的欣赏，进入政坛。1972年，将做当时上少年的政务委员。大近李登辉的政坛人士讲，当年蒋经国总统每一天拢会叫李登辉来甲伊讨论要安怎处理政务。1978年，李登辉获任命为台北市长。 规划首都的经营策略，进行各项民生的建设。了后，升入台湾省主席，发挥农经的专业，训练出8万的农业建设大军。1984年担任副总统，4年后接任总统。接落来，咱就来看李登辉当年是安怎行过党内的斗争，是安怎度过大风大影，将做国家的总带头。 蒋经国赏识的李登辉，1972年6月做行政院政务委员，负责制定加速农村建设计划等等重要的农业政策。过当年，行政院宣布10大建设的计划，伊负责石油化学发展的政策，表现袂歹。所以讲，蒋经国伫做第6届总统时，任命李登辉做台北市的市长。我们所希望台北市应该走哪一个方向来做事情可能比较适当。第一个方向就是这个物资上的这个建设。政务员本身它是一种比较参谋性质的，参谋性质，而不是行政所长。那么台北市所善之区当个行政所长这个跳跃也是比较大的。 为农经学者到规划政策方向的幕僚，搁晋升为拥有最终决策权的地方首长。对李登辉来讲，是为零开始，嘛是全新的体验。也无对提拔伊的蒋经国来讲，初期确实无啥放心。上任之后，几乎是1个月内，经国先生几乎每天在李登辉先生 下班的时候，或者还没下班的时候，就到李先生的家里去等他。那么问他，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？有什么想法？那么经过1个月之后那么蒋经国先生跟他讲，够了，你可以的，你很好，你可以当一个好市长了，所以就没有再来了。 台北市长任内，李登辉规划举办舞蹈季，并且主导推动翡翠水库快速道路等等计划，并且专工就花市的节目，甲来宾讲起了交通政治的难度。劝导期间呢，市长连自己这个车子市长的车子违规停车都开了罚单。市长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没有？用意是没有什么用意，我想是交通的问题是大家的问题。 我想市长也是市民之一，既然市长的车子有违规的话我想应该也受罚才对的。看到李登辉亲民接地气的特质，1981年，蒋经国发布内阁人事命令，任命伊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，为市到省政坛之路过爬一站，进一步又晋升到 台湾省的主席，台湾省长，台湾省主席，那省的范围就更大了。那台湾省长省主席等于是除了台北市跟高雄市外，他全管了，等于是一个小内阁、小的行政院长，那这个责任更重了。 李登辉做省主席的期间，敢若短短2年，原本的伊顺是全台湾发挥伊的专业，时常拜访农村，注重农业问题，包括解决高频因少无消，训练8万农户为农业建设大军。伫公务上，员工是胜任如快，也毋过李登辉詹荣辉翁某唯一的孤囝李宪文，却伫这个时因为鼻咽癌过身。
敢若32岁李显文留一个爱女叫李坤仪，亲人将此天人永隔。不过理解人情感却是因为爱更较亲、更较亲密。我觉得我父亲哦，他虽然是一个超理性哦，然后就是公私很分明，然后律己很严哦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但我还是要讲他是个人哦，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哦。那比方说碰到像哥过世这样子，真的是一个至亲哦。那我那段时间，事实上我有感受到父亲的那个软弱哦，悲伤哦，不舍哦。还好，我是觉得就是说家里内部的一些这种就是家人啊，我们家庭成员的一些相互的这个支持哦，我是觉得情感上的支持，我是觉得还算很不错哦。后生离开世间，李登辉真悲伤，因为伊忍住目屎，止住悲伤，假情正文。1984年，李登辉得到国民党第12届二中全会通过副总统的提名。大伟提名李登辉同志为中华民国第7任副总统分党委员。李登辉以873票，超过半数以上的票数，顺利当选中华民国第7届副总统。承蒙各位代表先进的爱护与鼓励，选举为中华民国第7任副总统，敬请在此表示个人惩处的谢意。消息传回三支的组处万外乡民组成锣鼓队甲学生乐队，盛大游街庆祝，四界拢是炮声。蒋经国有经过深思熟虑才对，一般会以为有误会啊，说他的那个枪是叫做倪登辉儿啊，说要找谁，然后倪登辉儿被听成是李登辉啊，但是不是的。1984的那个副总统的人选确定，应该就让李登辉站上了那个上风。李登辉做副总统的期间，方面处理假释美丽岛事件受刑人林义雄、郭俊明的代志，并且协助蒋经国解除戒严令、开放报禁，以及开放民众会使到中国探亲等等。不过，伊的任期也未届满。1988年1月13，总统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因为破病，在7海官社过身。蒋总统经过先生的过世，我想每一位同志和别人一样，心理上有万分的痛苦。李登辉马上以国家必为元首的身份继任总统。请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，以必遵守宪法，尽忠职务，增进人民福利，保卫国家无负国民福德，只为事业严守国家严厉的制度。今日宣誓的李登辉，中华民国77年1月13日。李登辉成为第一个台湾人总统，不过蒋经国过身后的国民党主席这个职务由什么人来代理？在党内引起一连串的权力斗争。秘书长李焕等人规划，由行政院长余国华1月20带头提案，李登辉为代理主席。不过内部出现杂音，在美国的蒋宋美龄写批予李焕。主张应该仿照总理孙文过身的先例，由中常委举行中常会，要求暂缓代理主席案。所以讲，延到1礼拜后进行。有一个插曲，就宋楚瑜啊，他是党的副秘书长，他发表这个慷慨激昂的讲话，而且就非通过李登辉先生接任的代理主席不可。当然有这个插曲，但是呢，观察当时的整个气氛跟情况啊，其实中常委里面已经绝大多数支持登辉先生。1月27，国民党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，已经通过李登辉为代理党主席，而敢若有列席资格
党副秘书长宋楚瑜则是雄雄徛起来，慷慨激动表达意见，要求通过代理主席案，更加被外界形容是临门一砍，使李登辉代理主席总算定案。经过14天的党魁争夺战，总算宣告结束。经过5个月，13全大会登场，虽然经过重重的波折，李登辉一力克服，成功争取党主席的职务，是头一位台籍国民党的主席。然而，这款的发展，让真侪外省的党员不满，致使国民党的政治斗争日后渐渐浮上台面。在改严开放的气氛下，李登辉打算要让两岸对立的气氛较回，推动务实外交，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。1989年3月，伊就任后头一摆去新加坡访问，当地媒体称伊是台湾来的总统。新加坡官方的邀请函写的是中华民国总统，非常厉害，是外交上重大的进展。登辉在这里提名李延楚同志为中华民国第8任副总统。1999年新春过了后，李登辉规划参选，选择严守本分、未交为李元聪来参选正副总统。而政治立场较保守、外省人为主的非主流派，包括李焕、林洋港、张伟国、何必川4个人，这是秘密会商，打算在国民大会推出第2组的候选人，也就是林洋港、张伟国的组合，挑战李配。国民党内的那种斗争哈，它有它的厉害的地方。我想简单讲，就是他能够去用一些旧的力量来帮他说服。所以让这个蒋纬国、林洋港他们就知难而退。在当时的时空背景，共党出现2组候选人是唔捌出现过，所以讲中常会上，中常委对推举方式表达无共款的意见。经过真久的讨论表决，最后180名中央委员以起立拍扑的方式通过李登辉、李元聪代表国民党参选。尽管推举的过程有许多不同的意见，但是选举的结果却显示，李登辉主席确实是执政党众望所归的领导中心。李配升定强，不过林洋港的态度一直都无明确。李登辉只好请谢东敏、蒋元书、李国鼎、郭政富等被国民党大脑加抗体，最后大势已去的林洋港不得不向外界发布退选声明。我想不会分裂的。我们所谓团结啊，你不能够说1、2个人的意见大家都顺从不讲话，这就是很团结、很和谐。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就分裂，我不这么想。这场变化真大的2月政争，凸显出蒋经国过身敢2党尔，蒋家甲外省的势力已经失去权力支配影响力。本土力量为这个时阵开始主导台湾的政治。除了所谓非主流的反扑哈的这个必须处理，其他他还要面对这个民进党这些在野党的问题嘛，所以他其实接任之初应该是困难重重。90年的3月学运，那这个东西会让李登辉借力使力。李登辉稳定党内局势，不过社会各界对国民党保守派反扑，各大代表扩权无力感觉不满。1990年3月10日，9名台大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，替也必合学运拍头阵，这嘛是台湾民主改革之路阶段性的重要事件。